你讲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最近天气较凉冷，流感又搁歹蹭蹭，即马货库拢欠货欠真济。像讲台中即马货库的存量无到5天，各种货型拢有欠，其中 O 型的货欠上济。台中关货中心平均册，逐工都要用到1500袋货，提供予台中、彰化、甲南投拢总600外间病院，欢迎民众来拣货，会当救人一命。 寒天到啊，有心血管的病人增加，病院用血用了较少，加上感冒的人变多，关血的人变少，台中的血库特别无够啊。血球类的储藏室。台视新闻独家来到关血中心的血库，民众关的血拢放伫1度到6度的低温的环境内底，本来架顶应该拢是满的，目前煞敢若剩1/3尔。最近可能下雨，或者是又加上天气比较冷的关系。 血量有点下降。安全的库存量是7天到10天，目前血库存敢若剩5天。各种血型的血拢欠，其中 O 型的血欠上济。血库欠血，大学生对关血有一种责任感，看不到实际的帮助上，但是会知道说啊，你之后捐出去的东西是会帮助到某个人，可以让他们不要那么紧绷，就自己有做到贡献的感觉。不过想要关血嘛，唔是凊彩就会当关的，唔难呢血体重、血内底血红素、血小板，嘛拢爱达到标准。另外，关血中心嘛发现，少年人来关血红体血比例，逐年拢在增加。学生的熬夜的习惯，跟一些可能喝饮料等等的，会造成他们的血色素不足。原因就是欠铁，造成血红素不够。关血年岁为本来20岁到30岁，增加到30岁到40岁。台中关血中心平均一天爱供应1500袋各种血型的血，予台中、彰化、南投的600外间病院来用。刷落来，该准备过年时的血库存，呼吁民众做阵出来关血做公益。记者综合报道。